2024年政府要求喺進入指定嘅地盤嘅工程機械咧，係需要安裝咗合適嘅 4S 安全監測系統嘅。SafeVision 係一套專門為吊機車而設嘅 4S 人工智能安全監測系統。呢套系統能夠有效咁樣幫助吊機車操作員同埋後台嘅辦公室人員提升佢哋嘅管理效率同埋安全係數。因為坊間其他嘅 4S 嘅供應商咧，未必符合到真正吊機車嘅要求。咁經過我哋資深嘅同業同埋專業嘅維修人員咧，選取咗全新一套啱吊機車用嘅 4S 系統。市面上嘅系統咧，一般會將監察屏幕咧係設喺駕駛室入邊嘅，但係咧呢個咧對於吊機車嚟講咧就唔啱用啦，因為咧吊機車嘅操作人員咧通常喺艙外咧用遙控咧操作機械嘅，所以我哋就採用咗無線鏡頭同埋屏幕嘅設計，將個屏幕咧係設置咗喺機手嘅遙控上面，讓到佢用遙控操作機械嘅時候咧都可以同時間睇到四周圍嘅安全啊。由於吊機車吊運區域入邊咧係會存在唔同嘅工作人員嘅。而市面上嘅系統咧，就只會識別到2米範圍之內有冇人經過，佢就會出現警報。咁所以咧喺吊機車呢個應用場景底下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唔明嘅情況嘅出現啦。呢套系統最緊要咧就係可以分別到咧機手啦、信號員啦同埋 A12 吊索工嘅工作人員嘅分類嘅。咁呢樣嘢對我哋用家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而我哋呢套系統咧係採用咗自主研發嘅人工智能 AI 模型嘅。咁咧就能夠識別到邊一啲係吊運區嘅人員，定係未獲授權嘅人員進入咗危險吊運區域，先至會發出警報嘅。所以咧就解決咗長期唔明嘅情況啦。另外，我哋呢套系統亦都配備超高警報同埋防反警報嘅功能。當機手喺冇收好機械臂而開車，又或者吊重差唔多達到臨界點嘅時候，系統就會發出警報，提醒操作員。SafeVision 嘅主機咧係可以支援 SIM 卡、流動通訊網絡同埋 GPS 定位功能嘅，讓到租務車隊嘅後台管理人員咧可以通過網上雲端平台查閱警報數據啦，同埋下載相關嘅片段，亦都可以幫到佢哋一站式咁樣管理車輛嘅安排，同埋查看實時定位嘅數據嘅。咁呢一個系統咧，會令到我哋咧管理嘅人士啦，甚至乎地盤嘅 CMP 啦，亦都會監察到咧吊機車現時做緊啲乜，或者有冇警報嘅。我作為一個管理者咧，咁就因為好顧及點樣去管理成套車隊嘅安全系統嘅，咁一套系統咧就能夠對我哋嘅工作流程更有幫助同埋更安全咯。